相信而家大部分嘅人呢，每日工作都係由 check email 開始㗎。可想而知 ，Outlook 對所有人嚟講真係非常咁重要啊！但如果你係一個經常需要出外工作嘅人，希望 check email 之餘，又可以保持你日常使用 Outlook 嘅界面，咁可以點做呢？而家我哋可以睇下日常使用 Outlook 嘅界面，我哋可以運用自己喜愛嘅方式嚟管理電郵，例如建立資料夾，又或者電郵規則嚟方便自己。另外喺 Outlook 2010裏邊，我哋更加可以用 Conversation 嘅檢視，令閱讀長長嘅電郵更加方便，又或者可以運用自定嘅 Quick Steps， 更加有效率咁樣管理電郵。喺行事曆裏邊，我哋可以用顏色將約會分類，方便辨認，同時亦都可以顯示多個行事曆㗎。透過 Office 365，無論喺電腦上面、瀏覽器上面，甚至手機上面，我哋都可以同樣咁使用 Outlook 嘅電郵、行事曆同埋聯絡人嘅功能。瀏覽器上面嘅 Outlook 收件箱同平時見到嘅一樣，我哋並唔需要再重新學習，又或者適應唔同嘅界面，甚至連 MSN 都一樣咁就手。所有資料夾全部都冇改變，通訊內容同埋豐富嘅格式都保留低，標示仍然存在。我哋甚至可以用 right click 滑鼠，使用快速嘅功能表，喺電腦上面應用 Outlook 嘅時候一模一樣啦。喺 Office 365裏邊 ，Outlook 唔單止係電郵，配合 Link 同埋 SharePoint Team Site 之後，用戶無論聯絡其他人或者聯絡資訊，都有更加好嘅方法。而家我哋唔需要將文件以附件嘅形式電郵俾同事，而係只係需要傳送一條連結，單憑連結就可以喺 SharePoint 裏邊攞到相關嘅文件，咁樣就可以確保每一個人得到嘅文件版本都係最新最快㗎喇。使用 Office 365，加入團隊成員嘅照片可以令 Outlook 更加個人化。我哋可以喺照片嘅名字側邊見到同事嘅 online 狀態，利用即時通訊、話音通訊或者視像通訊同我哋嘅同事聯絡。透過呢個介紹，希望大家可以更加清楚了解 Office 365喺 Outlook 應用方面為大家帶嚟嘅好處啊！詳情請致電 Microsoft 查詢熱線23889600，或者瀏覽 Office 365嘅網頁啦。